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的故事，这不仅仅是历史，更是一场关于思想的战争，一场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战的斗争。主角就是被称为东突厥斯坦三贤士的三个人。咱们先来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战斗，战场不在壕沟里，而是在报纸的专栏，在字典的词条，甚至是在剧院的舞台上，那会是什么样呢？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核心。好了，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6年，地点东突厥斯坦。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民族的未来就悬在那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好，要理解后面发生的一切，我们得先看看当时的大环境。那片土地呀，可以说是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夹缝里，处境非常微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表面上一份和平协议刚刚签好，还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但实际上呢，这份和平脆弱的就像一张薄纸。为什么？因为这片土地正好夹在了当时中国国民党和苏联这两大势力的中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不得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故事的三位主角穆罕默德·伊敏·包格拉、麦苏伍德·沙比利，还有伊萨·玉素夫·阿布甫泰肯来到了首府乌鲁木齐。他们来了，但他们没带一兵一卒，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那就是思想。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与众不同的思想之战到底是怎么打响的。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武器库。阿尔泰出版社就是整个运动的大脑和心脏，自由报和阿尔泰杂志就是他们发声的喇叭。他们甚至还搞起了叫达尔纳克的科学沙龙。你想想，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在公开论坛上讨论历史、医学，甚至原子物理。同时呢，他们还推动语言和拼写法的改革。这哪是几个人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全面的文化动员。而且他们的行动速度快得惊人，简直就是一场文化上的闪电战。你看这个时间线，46年出版社会报纸开张，47年他们的伙伴麦斯伍德·沙比黎当上了省长，政治影响力大大增加。同时包格拉也开始在大学里讲授本土历史。到了48年，他们就把事情推向了高潮，正式提议要给这个地方改个名字。短短2年，这势头可以说是锐不可当。没错，他们做的所有事情，办报纸、开沙龙、讲历史，最终都汇集到了一个焦点上，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极具象征意义的斗争，为这片土地的名字而战。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绝不只是2个词的选择题。新疆字面意思是新的疆域，在当地人听来，这名字就带着一种殖民的味道，好像在说这是我们新拿下的地盘。而突厥斯坦呢，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这代表了他们对自己家园、历史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这场名字之争本质上就是一场身份认同之战。为了给突厥斯坦这个名字正名，他们的策略可以说是相当清晰，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先用自己的媒体使劲宣传，让这个名字在老百姓里流行起来。第二步，在他们能插手的官方文件里，悄悄地把新疆换成突厥斯坦。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直接把正式提案交到最高立法机关去。你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计划性？当然啦，事情不会这么顺利，有支持者就一定有反对者。当时由苏联支持的控制着另一部分地区的伊犁派就发动了猛烈的舆论反击，他们用自己的媒体直接给三贤士扣上了人民的敌人这顶大帽子。这么一来，这场思想的战争就在2条战线上同时开打了。那么这场高层面的思想交锋对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它又是怎么点燃了一整代人的文化自觉的？咱们接着看。这里有个特别动人的细节，穆罕默德·伊敏·包过拉，他把他自己家里的书房，一个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的私人图书馆，完全向乌鲁木齐的年轻人开放。他家的客厅就这么变成了一个思想的交流中心，成了那些渴望知识的学生和作家的聚集地。这是一种多么纯粹的分享精神。包格拉还干了一件更有创造力的事儿，他居然写了一部歌剧，叫《尊贵的托尔堪》。
他的想法很简单，历史书太枯燥，很多人不看，那我就用艺术、用歌剧这种大家喜闻乐见又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把我们自己的历史讲给大家听。结果呢，首演的时候，整个乌鲁木齐都轰动了，人们在剧院里找到了和自己历史的连接。当时的一位年轻作家库尔班苦代后来回忆说，我们看到他们从世界各地带来的书籍，我们的眼睛都亮了。就这么一句话，特别朴实，但你完全能感受到那一代年轻人对知识的那种渴望，那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三贤士的到来真的点亮了他们的世界。可惜的是，政治的风云变幻总是那么的无情。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它的命运也迎来了转折点。时间来到1948年，大局势急转直下，那个脆弱的联合政府彻底失败了。在时代的巨大浪潮面前，个人的努力有时显得真的太渺小了。最后，三贤士被迫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离开他们深爱的家园。那么，他们的离开是不是就意味着失败呢？鲍格拉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选择活着，不是逃跑，而是因为只有活着，才有能力继续为我的祖国服务。你看，这根本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战略选择，是为了把这场斗争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所以你看，虽然他们建立的政治实体最终消失了，但他们留下的遗产却比任何政权都更加长久。他们唤醒了一种现代的民族意识，培养了一整代新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思想真的可以成为捍卫一个民族灵魂最强大的武器。他们用文字和理念构建了一种不会轻易倒塌的身份认同。好了，故事讲完了。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一起思考一下吧。到底什么才是一个领袖真正的遗产？是那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权利，还是那些能够跨越时间、代代相传的思想？我想，东突厥斯坦三贤士的故事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深刻的答案。